这台南县市的学生表演呢，都是学传统民俗活动呢，传统民俗技艺。你看，庙会表演的那些传统民俗技艺呢，还有那个新营家乐福北边那个综合体育场，还有你看那个空地的地方表演。你看这个右下角这个啦，台南盐水地头港烂头港，电脑读音是烂呢，烂头港，水加土，电脑程式读音是烂哦，烂头港，宋江镇哦。表演比赛表演。